钢琴是台语汉诗吟唱，由许哲耀老师所带领的。那今天也是徐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我们现在就用热烈掌声来欢迎老师，谢谢。校长、张校长，有委员，主持各位咱敬爱的老师甲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今仔日是这礼拜头尾一场啦，头尾也是头场了。我吼指定打击，哇，这真重大咧！迄个野球讲第一期决打吼，这今仔日若无安打，袂使啊。所以讲好的所在吼，请大家嘛爱甲我拍捧一下。若讲了有好，嘛请大家甲我指导一下。多谢各位。多谢啦，这个台语汉诗吟唱吼，讲起来是，就是古早汉语啊。你外口你甲人讲做，你迄是怎讲过着？讲几百块，然后就听无就对啊。你讲无啦。迄是古早卡拉 OK 啦，这些就 OK 啊啦。你免是讲伤济啦，我定来讲练舞拍太极就是练舞，唱歌咱即马咱讲做会说什么？但是吟诗的效果较好。你若吟诗，搁去运动拍太极拳我甲你保证啦，你的迄个老人痴呆症最起码严重5年才会发生啦，这是。这个代志若大家若有趣味为着这点欢迎各位来参加我这班大家来吟汉诗其实过去我嘛是拢有伫校外的迄个教学，拢有去找一寡ket地石头的迄个医疗就山爬了爬到3条了，找到迄个以后嘛会去台湾讲起来这是。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咱唔好家感觉安尼这偌严肃的代志所落去，我这要讲的就是讲，咱这个课程的结合甲融合，这个本来就嘛毋是我做做新的这个 idea 啦，几啊年前伫这个台北咧下台嘛是拢有一款的讨论过。但是讲到尾虽然做虽然的大概讲做无聊了事啦讲起来是不离可惜的但是我即摆甲各位报告我最近嘛是直接甲因为阮的单琴会晓吟诗的吟得足好的，查甫拢有阮就是会晓乐器我相信会晓乐器的单琴。请伊来吟诗，伊可能讲若无练习了吟袂出来，这咱结合这是一个概念若会好势无得到以后咱做社区运动刷落去，咱嘛会使去什么文化中心表演搁较大场面较大，咱嘛会使去这个国家音乐厅去遐表演，是毋是？这你才有意义无？才袂随人做随人的。那么，以上这是简单的介绍，但是我这要讲的是较重大的迄个 idea 这绝对唔是天马行空因为过去我有为着今仔日的这个10分钟，我用超一礼拜，我寻足侪资料。根据咱的教育部的统计，未来16年，伊就是为105年到这个102年学生会减偌济？减1/3所以一寡大学啥可能即摆就开始可能爱就是摆起来。但是我看对咱的社会是一个足大的鼓励啦。怎讲？这个时间会退伍退休65岁到75岁，这就是战后生育率通悬的啦。所以你看10年通少无有加150万人来读咱社大这就是对咱最鼓励的代志这绝对不是我老师讲的，
这海湾找啊，哦，资料找偌久才找着。啊，另外一个就是吼，这主要就是讲生命延长，啊，大家就是科技发达，人的健康，你爱去接受新的知识啊，若无对条文对袂着啊，吼，比如说迄阵的文盲文盲啊，吼，这是足现实的代志，吼，所以社代伫未来10年应该有法度做比即摆更较积极的角色，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袂去互差错才对啦。那么所以伫遮，我提出两个简单的建议啦。当然是有淡薄困难，时间可能嘛是爱学几年，但是这是咱的终极目标，终极的目标。第一个，咱拢知影吼，我即问这个汉语啊无吼，咱的汉语的这个汉字、汉诗、文章，当然是迄阵啊中原为这个隋朝、汉朝隋朝、晋朝、唐朝、宋朝直来的。其实咱大家人讲话，即话拢嘛伫遐讲国际化，无国际化。其实咱的汉语伫迄阵就已经国际化消息。咱隔壁日本、韩国、琉球，甚至越南的人，较老的，因拢会晓写汉字咧，拢看有嘛晓读毋是假。甚至有一位瑞典人，瑞典的人，伊是1889年出生伊活到1978年。瑞典的瑞典人，伊的名叫做 Bernhard Hagen， 伊的中文名叫高本伊是汉学家，所以西洋无汉学家，所以咱就是讲，有法度后摆咱若有一个汉学学院，是不是咱大家结合全世界？若无正，我甲你保证啦，你若要写汉诗过30-40年，可能你就乖乖去走去日本啦。这是足现实的代志，这是我本身的经验。第二，就是讲，咱爱去做学会就是啥？爱为咱遮做起台语的服务运动，大家说迄无可能啥都无可能，绝对有可能，我甲你保证。有两个咧，一个就是讲1979年，迄个纽西兰的迄个毛利啦，毛利人伊40岁以上，敢若23%会晓讲尔，5岁以下囡仔敢若1%会晓讲，但是伊经过30年，人伊即摆迄个语言学倒起来。好一个，伊现在的希伯来语伊19世纪就是出啥尔，出圣经尔，出咧讲话迄拢袂晓。我原来经过70年的努力，人伊即摆伫迄个1948年，伊嘛是以色列的国家语言之一。所以语言的服务，过去咱已经错误语言的政策，互咱的囡仔袂晓听袂晓讲。我伫小学已經教10年啦，徛伫第一線。我即個囡仔伊嘛是甲你拒絕聽、拒絕講，拜託請伊講，即款 case 也足濟啦，所以毋是我拢歹拍拼，但是咱結合地方政府，即個選舉要到，羅東市長嘛是足拍拼，宜蘭市長嘛是足拍拼，結合遮，我定定講，是毋是結合一寡商業小商店啦、小商店，你若專程到我买物件，你若专程甲我讲台语我小可意思啦，我甲你打951折，我看咱大家有无？有无这是一个，互伊一个诱因，互伊一个提某之素质较易对，但是最大的目的就是讲咱这个台语的服务运动一定爱甲推行，若无正，就像讲第6个先生的太太，叫兰女士，伊要摆做
行政院的副议长的时候，伊讲做咱的原住民语已经已经到河地湾地东啊啦，啊啦客语这句啦，啊咱的台语咧，咱无想讲咱台语，咱台语已经是去挂号啊啦，吼，啊所以这个代志，希望为咱下来做力，大家共同来靠边，多谢各位。好，我们谢谢许泽耀老师哈。那许泽耀老师是汉诗吟唱的班级，那老师所提的就是台语语言的这个推广富裕运动的部分。那谢谢许老师。